在《雪中悍刀行》的故事中，在黎阳、北凉和北莽三分天下之前，就是战乱的春秋时期了。而黎阳因为徐骁的这个人屠出现，一步步的灭掉了其他的春秋八国，建立了统一的黎阳王朝。那么你知道在当时的春秋战争之中，究竟发生过哪些事情吗？今天乐风就来跟大家聊聊《雪中悍刀行》中的春秋战争。因为整个作品主要讲述徐凤年的故事，所以对于徐骁当初如何马踏六国，并没有过多的介绍，只是在一些细节的剧情中提到了一些而已。不过也可以从中整理出当初春秋战争发生过的事情。在春秋时期中，整个天下分为9个国家：黎阳、西楚、西蜀、北汉、大魏、后宋、后隋、东越和南唐。其中顾建堂灭掉了东越和南唐2国，而徐骁则是率兵灭掉了其他的6个国家。就这样，让黎阳占据了19州。而黎阳王朝建立后，北莽王朝因为慕容女帝的原因，占据了8州，跟黎阳进行对峙。整个故事中所详细提到过徐骁灭的2国，一个是西蜀，一个就是西楚了。因为这2个国家中有些人物也在徐凤年的故事中出现过，比如西蜀的皇太子苏苏，在徐凤年孤身入北莽的时候，跟其密约回西蜀复国，将西蜀作为北莽入侵时北凉抵挡不住的第2道防线。但是当时2人的计划被陈之豹挫败，所以苏苏转而向陈之豹结盟，这也就是为何陈之豹会前往西蜀的原因了。在当时春秋一战中，西蜀举国上下的兵卒才只有12万，面对徐骁率领的30万铁骑，仅2个月的时间就被灭了国。当时徐骁本来并不擅长水战，在渡江的时候临时拼凑出一个水师，西蜀更是选择了凿开石壁，挂出了3条铁索拦江，阻挡徐骁入侵的步伐。但那一场水战还没有开始便落幕了，大江沿岸的天险直接被北凉军攻破了下来，而这一战也奠定了西蜀灭国的基础。在徐骁渡过了大江天险之后，就是在西蜀皇都的一战了。当时在距离西蜀皇宫还有10里之时，军师赵长陵病死，徐骁便为了赵长陵率军投边断江，死战西蜀皇都，将西蜀正式的灭掉了，还顺势灭掉了西蜀地方那些反复无常的南蛮豪横。而解决掉西蜀之后，另外一战就是解决西楚了。当时的西楚地方5000里，并且有着100万大几士的存在。第一战中，徐骁率军跟西楚在泾河展开了战斗，当初西楚派出了12万大几士对战北凉铁骑。这一战虽然没有详细的说明，但西楚12万大几士全军覆没，每一个人都是战死不屈。从这一个个介绍中就能够看出当时的战况何其的惨烈。第2战也是徐骁当时打的极其惨烈的一仗，当时双方在襄樊城开始了拉锯战，西楚这边派出了当时被誉为春秋第1守将的王明阳坐镇襄樊城，率领20万的襄樊士兵开始了死守。在双方的不断攻守过程中，王明阳利用自己出色的军事谋划，让北凉军的精锐折损了大半，但王明阳所率领的20万士兵到最后也仅剩下了不到1万人。同样也是这一战让徐骁吃到了一些痛感。而双方最为精彩的一战，也就是西楚西垒壁之战了。这也是西楚的亡国之战，不仅奠定了黎阳王朝的天下统一，更是让徐骁被封为了北凉王，镇守北凉。不过这一战也是徐骁打的最为惨烈的一战了，因为不仅北凉将士们死伤众多，他本人也是因此受伤，落下了终身的印记。在雪中悍刀行西垒壁之战，也就是春秋战国的最后一战了。当时北凉军跟西楚军对峙了2年的时间，但因为西楚军的死守，徐骁久久未能攻下。徐骁也收到了黎阳的召回之令，而为了能够一举拿下西楚，北凉旧部领等14人以死替徐骁表忠。作为王妃的吴素更是一袭白衣素稿，亲自敲响了战鼓。北凉军不破西楚，鼓声不停。北凉军中有着死战第1称号的千人鱼骨营，在那一战中也是死战不退，战后只存活下来了16人，而3000大雪龙骑兵则是开辟出了一条直插叶白魁大戟军腹地的血路。徐骁当时让陈之豹坐镇军中，自己亲自持矛冲入了战场，一路上率军不断的跟西楚大戟军厮杀。当时徐骁也是因此腿部中了一箭，落下了终身的印记。小人徒陈之豹也和叶白魁死战，成功将他击杀。在这一战之后，黎阳正式的一统天下，徐骁当时也是受封了大柱国，但徐骁本人并不打算去当这个大柱国，为了边境的安稳，他便成为了北凉王。从这时开始，春秋时期也就正式落下了帷幕。而在春秋之战后，黎阳老皇帝其实还打算将以武乱禁的江湖掀翻，徐骁则是当时请命马踏江湖，但还不曾开战，就有着2万百战老卒请辞回家，还有着不少出身江湖的猛将对徐骁心生怨恨，转而投入到了其他的军伍之中。不过徐骁对于这些事情也并不在意，因为他想要的就是吴素期待的天
天下和平。这也是吴素死后徐骁隐忍不反的原因。春秋乱世终结在了徐骁的手中，他用了一世的流血换来了天下长久的安稳，这也算是功大于过了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